人過中年先至慢慢睇透，人生至少有4樣嘢，任你點樣努力都係改變唔到嘅。第一係天賦，馬騮天生會爬樹，條魚天生會游水，有啲嘢出世嘅時候冇，呢世人大概率都唔會有。愛因斯坦講過，如果你用會唔會爬樹嚟評價一條魚，咁佢成世都會覺得自己係一個大笨蛋。有人天生對數字敏感，有人能說會道，有人苦練一世都唱唔準一個調，真係冇必要同自己死冚。呢條路走唔通就換一條路，呢件事想唔明白就換一個活法。承認差距唔係認輸，係心智成熟，智慧開啟。第二係姻緣，你以為愛情係浪漫邂逅，其實都係命中注定。曾仕強教授就講得透徹啦，你同邊個結婚係走唔甩嘅，你以為係偶然，其實喺出世嘅嗰一刻，劇本早就寫好咗。就好似鐘錶嘅指針走到某一個點就必然會相遇，可能喺一次出差、一場散步，又或者係一場普通嘅飯局，嗰個對嘅人就會出現。所有嘅相遇都係久別重逢，你要做嘅唔係強求，而係準備好自己喺命運敲鐘嘅嗰刻能夠認出佢嚟。第三係財富，財呢樣嘢有時真係要認命。有人起早貪黑，個袋都存唔到幾個錢；有人吊兒郎當，好運偏偏就跟住佢走。更加有人努力賺錢，莫名其妙就會破財漏財，守唔住福報。唔係人不如人，而係命各有歸途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財富格局同埋人生深井，冇必要羨慕他人嘅富足，深耕自己嘅認知，守住自己嘅節奏，先至能夠安穩度日。第四係生死，呢件事係最冇道理好講嘅。活得精緻嘅可能話冇就冇咗啦，食煙飲酒反而活到99，成日孭住個藥煲，反而一年一年就熬過嚟啦。命裏一尺難求一丈，人類對宇宙嘅認知唔到5%，太多事情我哋理解唔到，更加掌控唔到。人最重要嘅係要學會唔執念、唔強求、唔糾結，上天俾啲乜嘢就享受乜嘢，雷霆雨露皆是天恩，上天要攞走乜嘢亦都要坦然接受，得失聚散都係常態。心懷敬畏同埋感恩，先至能夠活得寵辱不驚、從容自在。心喺乜嘢境界，人就活喺乜嘢世界。世間萬物皆虛幻，唯有活好當下，珍惜眼前，先至係最通透嘅人生。既然能夠刷到呢條視頻，講明你係嗰個100萬分之一嘅有緣人，往後餘生你一定會順起嚟。唔信嘅話，而家就喺評論區留低4個字：凡事順心。3個月後，我哋翻嚟一齊見證。